奴婢只不过是个笔墨侍书，现在又不是在御书房里办公，为什么我就不能出去玩啊？待会儿有好戏瞧的，你先稍安勿躁。这个亭子里的帘子啊，全都是里边看得到外面，外边看不到里边的。哎，好戏来了！啊，真的有好戏看啊！猪哥哥，哎，这是谁啊？长得这么俊，这人我也没见过，不是皇宫的人。不过能进御花园的人，定是皇上赏识的人。快来快来，看他背着药箱，肯定是太医呀。太医不都是些七老八十的老头子吗？什么时候来了个这么年轻的？好。太医，我说他身子不舒服，你快给他看看嘛。你胡说什么呢？猪哥哥，皇上，你让我大哥来这儿干什么呀？给他相亲啊。相亲？对啊，相亲。你哥哥人这么好，这要那么赏识他，但是他身边连一个暖床的人都没有，所以啊，朕就将这宫中的格格郡主们全都请了过来，想给他当一回月下老人。皇上，那您这不是乱点鸳鸯谱了吗？怎么？难道你哥哥跟你一样，也是从小就定了亲？朕怎么没有听他提起过呀？那倒没有，奴婢自有家贫，哪有钱给我哥哥定亲啊？那就好。你哥哥乃是罕见的文武全才，前途无量啊，又长得那么一表人才，你看看那些格格们，个个都在偷偷瞧他，看来对他很是动心呢。而且这李爱卿看到这么多美女娇娃，不也是如痴如醉的吗？皇上，您可是皇上啊，放着朝廷大事不管，现在怎么反而当起媒人了呀？朕总不能天天只忙着国家大事吧，也得找一些有趣的事情来做一做呀。再说了，朕也得关心一下自己身边的能臣嘛。朕给你找了一个大嫂，让你哥哥当了额驸，那咱们俩可就是亲戚关系，那关系岂不是更近了一步？哦。这李爱卿还真是有眼光啊！这个秦格格乃是正白旗第一大美女。朱哥哥这是怎么了？他平时不是这样的急色之人。微臣参见皇上。年龄，谢皇上。李爱卿，朕让你看的家人都看了吗？回皇上，都已经看完了。那你觉得美吗？公主格格们个个都貌美如花。那朕让你选的人选出来没有？微臣看得匆忙，一时还未能选出来。好，那你再回去考虑考虑，明天你再给朕答复。请皇上放心，微臣定不负皇上的信任。退下。微臣告退。